讲到前几天啊，这东北部发生规模7个大地震，佮再加上最近宜兰的雨水真济，这南方澳的蓝田江遮山壁大石所连落来，去隔着一间人家厝。这厝主是真正无奈，因为这已经唔是第一摆啊。这所镇长嘛讲，去年就已经有争取经费要做工程，但是可惜这中央无核准，会搁再重新申请，卖互灾情搁再发生。山壁树林发甲正往中央吐一大地落来，镜头有近看树啊甲土石冲破楼具的挡土墙，讲到下骹民家的厝顶。这是屋顶哦，然后就是有挡土墙啊，但是还是崩落。石头位顶悬落来，土山嘛规个拼落来，蹲伫厝顶。但是发生迄当时，差一点啊石头嘛连落民家厝内，场面真惊人。怪手去咧楼尾顶清正一解。石头遮大粒。现场伫宜兰南方澳瓦近南田江这区位，伫27:0强烈地震了后，搁加当地连续落大雨，山壁的土石规个崩落来，厝主无奈，若是风台来，就会面临崩塌的风险。已经大概我看最少6、7次了。每一次来做的时候，把那个清完的时候，他们都想要做那个挡土墙，县政府有去申请，后来大部分都没有下文。怕是怕，但是我们当初用的时候就是钢筋水泥，就是用比较厚，万一石头掉下来砸了，你还不会破掉。顶个月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当地伫碧江周围都有土石流的困扰，即马山壁换所在崩落来，甚至即个地点阁毋是头一个崩塌，嘛互居民提心吊胆。中央并没有核准我们这一个边坡的这一个工程我们会再重新把它送到这个县府，由县府来送到中央。面对烦恼甲质疑，所有镇长李明铁讲，去年就要争取做山壁的工程，不过中央无同意，即届阁有灾情，嘛会重新申请，因为崩塌的状况若是持续发生，居民大的安全会一直拢无保障。公司新闻采访报道。